亲爱的大家早，大家平安。咱们来开始咱今日的共读，来早起咱们来请助语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好，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感谢你每一天透过你的仆人，但牧师来带领早起时的圣经共读，互阮有稳定的属灵的生活，互阮的心得到帮助。主清心来去永远，互阮的心白切轻无你，亲像路白切轻无溪水一样。阮要大心追求你的主权，甲你的旨意实现，来高举你的名。阮也要用祈祷来建立这段甲主有亲密的关系，亲像玛利亚坐伫你的脚前，听主的教示，得到上好迄份。阮恭敬将时间摆列，求你互阮明白你对阮每一个人的心意。阮同心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阿门。感谢咱所要来读今日的圣经节，是希伯来书第11章的23节到31节。要来请方慧姐带咱大家做伙来读。咱来读希伯来书23节，对神摩西出世以后，伊的父母看到婴仔清秀，毋惊王的命令，将伊放3月日久。对神摩西长大以后，拒绝人甲伊称作埃及公主的囝，较爱甲上帝子民同受苦难，无爱享受最终一些久的快乐。伊看为着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宝较宝贵，因为伊仰望将来的报赏。27节，对神摩西毋惊王会生气，因为会及对坚持到底，因为伊有看见人看袂到的上帝。对神摩西设立换过节，凡妇着休费伫门里，才袂互消灭者甲着以色列人的大囝。对神以色列人过红海，亲像在行大地。埃及人嘛想要过煞雨水淹死。对神以色列人说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落去。对神长期拉合亲切接待征谈，所以无甲遐个毋顺服上帝人做伙灭亡以上。好，感谢汤姐。咱读希伯来书，咱来对11章开始讲到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对所仰望的代志有把握，对袂当看到代志会当肯定。信心会当做什么？咱得到上帝而乐，知影宇宙对上帝话来做成，会当明白。迄个看会到是对看袂到的做出来。信心嘛当得到上帝欢喜，像阿伯死犹原透过信心在讲话，信心会当得到上帝报赏。伊用信心甲上帝同行，上帝甲伊接去，无经过死。信心会当救全家，上帝也肯定那的信心，全家来得到救。信心互咱对场边带到信城，阿伯拉罕毋知对倒落去，总是伫应允的所在做人客。伊继续仰望上帝，应允会当成就。信心也互死人走变做侪国家的老爸。阿伯拉罕的某袂当生伊的生育断绝，总是翁仔某拢相信上帝应允，因所拼出来子孙亲像星，亲像沙遮多。信心嘛，互咱赢过死亡，因为人死以后，信心要伫地。信心互咱对远远开始迎接一个信心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信心也互咱明白地上地上只是地上的，天顶才是永远的。信心也表明咱是上帝国，会当进入上帝国的身份，爱讲出家己憔悴的家乡，爱欣赏天顶迄个国较水的家乡。上帝也亲自为咱备办一个家乡，天顶是一座城。信心爱通过考验，因为这个考验是上帝的考验。信心也互咱知影，上帝应允比上帝考验较大。所以不管上帝安怎甲咱考验，咱拢用信心会当通过。信心也看见死人要过活，信心甲咱知影爱安排这个后事。以撒放互伊两个囝，雅各放互两个孙约瑟，伊来交代要安怎来离开埃及，来平安倒转来。
所以咱的根据亚伯拉罕想讲上帝会当互以撒对世人中过活，所以他譬如讲以撒是死过倒转来的，所以信心对咱的信用来讲是一个最重要。所以伫宗教改革的时阵嘛是搁一个强调唯独信心咱这个信心是爱建立伫耶稣基督的身上。咱今日继续看11章倒数第2段23到32节，这段咧31节嘛是咧讲到信心的实例，讲到摩西以及以色列的百姓。摩西的父母因为信心将摩西来参3个月，然后摩西因为信心甲上帝百姓的认同，伊去杀伫王宫内面的这荣华甲富贵。第三这是24到26、27节，摩西因为信心来离开埃及。伊毋惊国王的生气。28、29节，因为信心，摩西照上帝话来设立搬过节，然后带百姓出红海。30节到31节，以色列人因为信心来攻打这个亚利哥城，这已经到伫出埃及的第2代就是约书亚所带的第2代。然后伫这个攻打亚利哥城进前，一个伫亚利哥城内底的基路拉哈。伊也因为信心，伊甲伊全家拢得着救，所以这段是咱真实的旧约，而且圣经的故事嘛是咱真听真侪摆但是这甲信心有啥物关系？是咱爱甲伊看起来，所以咱咧用基督徒这个目睭咧看旧约圣经的时阵，拢爱有这个看到这个信心，这嘛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伊咧帮助咱的。而且有一个字就是讲摩西出世时阵非常的俊美伊生出来时非常的清秀清秀意思讲这个俊美除了是外表嘛是讲互上帝所喜爱所以其实摩西有一个阿兄顶头搁一个阿姐所以摩西伊这个阿兄是倒过迄个法老王要开始婴仔这个命令但是这个老爸老母要甲摩西留落来，因除了看到摩西这个婴仔生了水以外，伊嘛看到上帝的这个应允，知影这个婴仔是上帝特别介意的，所以父母甲摩西阿姐米利暗伊拢想办法要来保护这个囡仔，所以咱会当对这段咱真实的故事搁一摆用11章1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咱来看摩西安怎样用信心来建立所望之事跟未见之事。所望之事就是还未发生，伊就已经有把握；未见之事是还未看到，就已经来相信。所望之事是因为听到上帝的话，伊来认捌上帝；未见之事是听到得到上帝应允，而且来听候上帝。所以这原来是有差别的。摩西伊是出世时生了非常的清秀，所以伊的老爸老母甲伊的阿姐想办法要来参这个囡仔，因为知影上帝特别爱这个囡仔。但是呢，因知影头前就是王爱抬死所有打出世这个婴仔，打出世婴仔拢爱甲伊抬死。总是这两个三伯，一个叫做普阿，一个普阿听起来叫做普阿。这个两个三伯呢，虽然无来抬死这个婴仔，伊过来甲王讲，这是希伯来的妇人人，足好生，阮还未到位，人就已经生出来。总是王就来一个国较凶的，所有出世的查甫婴仔，拢爱直接拖去这个尼罗河甲伊淹死总是老爸老母，伊唔惊王的命令，因为伊看到未见之事，上帝因为这个囡仔在成就的代志。然后，这个摩西家己大汉起来以后，咱来捌看过埃及王子这出电影，摩西伊有资格会当伫埃及来做王子，至少嘛做这个法老的这个外孙是查某囝的囝，因为认伊做囝，但是呢，伊认捌上帝，摩西认捌上帝，伊无要愿意来做这个埃及的法老埃及的王子，伊要做啥物呢？伊宁可甲百姓做伙来受苦，唔甘愿伫罪恶的中间。所以摩西希伯来人，因随母已经住伫埃及400几年，但是伊嘛真清楚，
什么是上帝应允？就是对雅各安尼一代一代传落来，传了400几年，因甲上帝之间拢即个契约，摩西的律例，原来毋是就是即个上帝和亚伯拉罕的应允，犹原在传伫在希伯来的中间，甚至伊为着弥赛亚受凌辱，拄则咱读的圣经是伫26节，摩西看为着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宝较宝贵哦。为基督受凌辱，这个伫现代中文翻成弥赛亚。弥赛亚是伊的因为基督伫摩西迄个时代还未降世，还未出生。虽讲上帝一直在启示，但是迄个启示还未遐尔清楚。所以现代台语翻做基督，应该是用现代中文翻做弥赛亚较好。弥赛亚意思就是受膏抹的，就是受膏抹，伊会当指君王，嘛当指祭司，嘛当指先知啊。所以伫摩西信仰中间，伊知影有一个弥赛亚要来到，所以伊即个弥赛亚就是要来救因的，所以甘愿甲百姓受苦，为着弥赛亚听候弥赛亚来受凌辱。伊唔肯做法老的外孙做法埃及的王子，然后伊嘛看弥赛亚比埃及的财宝更较宝贵，因为认捌上帝，埃及真好样，埃及甚至在战车战马拢是金仔做的，因原来是前5000年前4、5千年前就非常的强所以当享受遐荣华富贵。但是伊看弥赛亚比这一切较重要，甚至伊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伊5万要得到的报酬是啥物呢？就是会当得到弥赛亚的拯救，会当得到甲上帝永远的徛起，亲像伊的列祖先，不管是亚伯，不管是以诺，不管是拿阿，不管是伊的祖先亚伯拉罕，因这拢是因想要甲伊列祖共款，到天顶更较水的家乡所以摩西来设立这个搬过节，伫这个门的顶端来休会，这个过红海行大地，这一切呢，拢是为着因要听候迄个还未看到代志，就是要来离开埃及咯。因知影这个埃及是出外的所在，因无要住伫这个埃及久久等等，所以就算讲王就生气的，无爱因离开，但是摩西的信心。通过上帝甲伊做伙行，所以互伊真坚持，伊要住伫希伯来人的中间。伊看到希伯来人拍希伯来人，伊就足生气的，向欺负足生气的。伊看到希伯来人向欺负足生气的，所以就拍死这个外邦人，甚至就来逃走。但是伊犹原有一个5万一个还未看到代志，就是要安怎离开埃及咯。所以摩西孤独的忍耐，亲像看见迄个看袂到的上帝，这嘛是今日咱所读的。摩西的信心，就是通过孤单的忍耐，咱台语翻做坚持到底伊看见迄个人看袂到的上帝，伊就为着这个代志，为着弥赛亚，为着天顶更较水的家乡，为着要甲上帝相甲行，坚持到底，就算讲王已经气甲要变面变面1届、2届、3届一直变面，但是摩西犹原真坚持到底甚至这个搬过节伫门的顶端来休会，就是伊要来保护上帝这个后代所以这逾越节毋是要来刑罚这个外人，是要来保护上帝囝儿这个外人虽讲埃及法老的大囝叫这个灭命的天使抬死但是更较要紧的就是因这以色列人的这后代大囝拢保存所以这大囝呢，上帝是看做要紧的，就是爱因有这个责任因有这个应允，就是爱传承上帝应允所以包括这个保护，过红海亲像行大地，这是上帝讲的，因就安尼行，结果真正行，但是呢。上帝的应允是伊要来刑罚埃及人所以咱若读圣经出埃及记，这法老甲这追兵因追出去的时阵，法老嘛出去甚至追到这个红海中间，因看到这以色列人已经过去所以法老就带兵带
带这个军队军兵就要冲过去，结果呢，上帝就互这个红海的水开扛起来。那照圣经呢，这个法老是死伫这个红海中间咯。过去咱看到这个过红海，都会用这个出埃及40年左边这张图，就是对蓝塞起行，经过苦海、苏格然后伫这个所在过红海，到伫这个西奈半岛的西奈山，然后才伫对旷野30几年，行袂出来，才进入迦南地啊。但是呢，伫20世纪，20世纪，这个考古学家，伊认为这个过红海呢，检测毋是伫这个苏哥这个所在苦海，伊认为呢，过红海呢是伫这个这个红海，这个红海这个所在，就是阿拉伯海这个海峡遮，甚至因为过红海是因出埃及，来到这个红海呢，因行足短的时间，但是呢，因是局部的行军哦。另外过红海是伫这个图的这个右边这张图的右手边，这个 V 字形的右边这个所在过红海。另外再去到伫西奈山，所以这个西奈山就甲左边这个西奈山就无共位，无共所在。甚至在考古呢，佫看见伫这个伫这个阿拉伯海峡的这个下底呢，有找到这个古早埃及的这个链啊，有诶是顶头已经生足侪这个物件，珊瑚啦，还是生一寡这个贝类啊、砍掉的但是隐隐约约你当看到这是一个链啊的形但是嘛，这个完全拢足清气，为什么顶悬足清气？因为这是金仔做的，所以伊的迄个保存性足好的，所以这是互咱看到伫即马近代考古学家伊认为过红海是伫另外一个所在，那真正越来越多的证据来证明讲，红海是伫即位的所在，安尼西奈山就要搬所在啊，咱中间真侪人去过西奈山徛骆驼爬山，安尼咱就要搁组团搁去另外一个所在，问题是即马这个所在是无开放的，是不开放的，所以嘛袂当去。所以这个红海会告诉咱知影上帝用大风吹进梅啊，这个地上的海甲分开啊，所以在美国的大学教授因就去实验，讲若真正要吹到迄个土地会当打去安尼就爱有去吹迄个时速101公里的东风然后爱吹12点钟但是12点钟嘛无可能吹到规个打去，只会当吹较浅的所在。较浅的所在，伊会当去撒一个位出来，然后就会当互遮的大概有4点钟的时间，就会当有一条路，会当通过安尼。4点钟这个风若停以后，安尼这个海就搁合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参考但是这嘛是2010年的这个报道然后咱搁看到基路拉哈甲这个亚利哥城。亚利哥城就是因入迦南地的头一站。摩西虽然袂当入去，约书亚去，但是因去到迦南地过约旦河，这个头一个拄到的这个困难就是亚利哥城。亚利哥城是这个迦南人，因伫迄个所在占迄个所在几啊百年，甚至搁较久，毋知偌久，但是因伫迄个所在起一个足勇的城。因为这个城是对山坪安尼起来，而且还有2道的防护层所以对这个图咱看到，因这个防护层顶悬跟万里长城安尼，拢会通的，会当走的，所以顶头这是战车战马拢会当伫顶头快速移动所以这城门一个非常的多，这是一个天然的要塞，嘛是一个险要的地形，所以人要拍这个所在，要入去因的迦南地。无倒入去，只要伊保持这个城内底有水有食，有军兵，有战车，安尼外口要爬入来，真困难，因为伊有第一层还有第二层，就算你怕打到第一层这就已经就要损失惨重，搁要拍第二层，安尼真正是困难，甚至说无可能。但是这个上帝安怎互约书亚攻打亚利哥城？伊毋是靠训练这以色列第2代。爱摕刀摕剑，伊是训练因的祭司，就是爱设这个亚利哥城，
好，然后洗一天，好洗7天，好第7天爱洗7日，然后就是叫迄个祭司跟这个约柜伫头前，然后祭司大声喊，这个耶利哥城就倒落来。所以根据考古啊，考古就是这个耶利哥城，好，也在城墙倒落来，在石头，好，在石堆，好，那是真正对外口甲拍入去的，安尼在石头堆呢，就是落伫内底，因为是由外向内。但是根据这个考古好的挖掘，这个耶利哥城这个石头呢，因落落来呢是对内底好落出来外口的，意思讲伊倒落来时阵呢，好，伊嘛不是规片倒来，好，伊就是有破空破遐，好，然后就是几啊位，然后就倒出来了。这整个是落伫石头是倒伫外口，所以印证圣经的这句话啊，约书亚记第20章20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吹角，百姓一听见角声就大声呼喊。好，所以这些最先锋哈，行头前，因听到这些分扫甲，啊，百姓就化休喊话，然后就冲，城墙随着倒塌，好，就倒落来，百姓上去进城啊，这倒落来都好替因开门啊，好，因就安尼上去。个人往前直上，所以因就直直起来，这都要变做是因的破空啊，因为可能嘛是耶利哥人，因就铁起的，因为伊这城墙是安尼，无法度有人攻打会当破，所以伊嘛无啥物较多的准备啊，因就是伫内底咧纳凉，总是呢，在以色列百姓，在第2代因就冲入去，冲入了后呢，就来镇压，用那个人海战术啊。就拿下耶利哥城，好，咱个看近几年，这个拉哈，是伫约书亚记第2章的所在啊。第2章的所在，在迦南地王，其中一个耶利哥王，就派人来到拉哈遐，因为这约书亚派出来的探，有2个探，进入耶利哥城，到底要知影讲，因是有准备还是无准备啊？结果发现讲因无啥物准备，所以因只要有法度入去，安尼因就当赢。但是因唔知要怎入去，所以拄则咱讲这个故事，上帝替因开门，个等石头会当直往前直上。但是耶利哥王伫这个代志进前呢，伊听耶利哥王听讲有探走入来，所以佮走去这个拉合遐，所以就对派人甲拉合讲，你就要交出来遐到你这人入去恁厝内底。伊是要来做侦探，要来窥探阮这个城，咱这个城。但是拉哈将2个人藏起来，讲迄个人确实，迄2个人确实有来我家，因对倒位来我唔知。但是天要黑要关门的时阵，因就出去啊，因去倒位我嘛唔知。恁紧派人去甲因录，就当录着伊哦。所以声东击西，其实这个拉哈已经带2个人去到伫城门顶啊，藏伫厝顶。甲因藏伫伊喷伫厝顶的亚麻梗当中啊，拉哈因为伊的身份是基路，是这个较卑贱的，无互人看见的，所以伊住的这个城门是外城墙啊，所以已经来到外城墙，可能去探过内底，但是呢，即马叫王听到来录，所以拉合应该是住伫这个墙的边边呐，所以占了那个地势知地利之便。但是呢，王就真正派人出去，但是这两个人呢，他就来见这2个探，第9节讲，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的，请问拉哈伊安怎知影？为什么他刚刚说我知道？上帝甲讲的吗？不是，是后壁讲的，并且我们也都惧怕你们，这地所有居民都在你们面前融化。大家那才惊以色列人到底在惊什么呢？因为听到伊安怎出埃及过红海，即马安怎样伫旷野30-40年，竟然佫活伫迄个所在，然后即马已经准备好要落来，所以这40年中间的故事呢，伫耶利哥因拢有听到。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面前使红海的水干的，这是40年前的事情，并且你们怎样处置约旦河东的2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把他们完全消灭，这嘛是摩西时代的代志。我们一听见就胆战心惊，人人因为你们缘故勇气全失。耶和华你们上帝是天上地下的上帝，
现在我既然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你们要恩待我的父家，请你们给我一个确实的凭据啊！这句话好嘛，好拉哈变做是信心的勇士的第10位啊，拢总咱已经看到10个啊，拉哈成做第10个啊，佫是一个女性，然后佫是一个外邦人，佫是一个迦南人啊，在迦南地的迦南人啊，所以因为因看知影上帝作为，看到听到少年，然后就知影，然后佫要掠掉这个应允，所以这两个探就得到拉哈的帮助。拉哈这个尾后这个以色列人进入亚利哥乡时阵，嘛照因所做的这个契约，就是来保全拉哈，甲拉哈因老爸全家的人的命，拢甲伊各兄弟都保存起来哈。好，所以这就是一个信心的故事。好，所以今日这段经节，由于信心，摩西出生后，他的父母看见婴儿俊美，把他隐藏3个月。他们不怕王的命令啊！按照动作1、2、3、4、5、6、7，现在这段呢出现7届，由于信心，摩西的父母有信心，所以唔惊王的命令啊，要将这个婴仔，这是上帝所要看作宝贝，就爱甲伊保存起来。那后掠着检测家己会犯法触法，人头落地，但是用信心唔惊。由于信心，摩西大汉了后，拒绝当埃及王子，伊甘愿甲上帝百姓受苦，因为伊真清楚知影伊是希伯来人。伊太知影呢，因为伊的姐姐米利暗伫伊的边啊，在陪伊照顾伊，做伊的奶妈，伊的老母嘛伫边啊咧照顾伊，所以当教导伊。这希伯来人，这过去，这历史，伊无愿意伫罪恶中间享受这快乐，伊为着弥赛亚，为着这个受膏卖，为伊受凌辱，比继承这些埃及的财宝更可贵啊！所以毋满是将来的想，这拢是信心，也未见之事和所望之事和未见之事。第二段，因为无信心，摩西离开埃及。王不管安怎想去变面，那看按照这个电影来演摩西跟法老是细汉做伙大汉的好朋友啊，但是即马2个好朋友为着上帝变面啊，但是呢，摩西伊亲像看见目睭所看袂到的上帝，坚持到底，伊无要返去埃及啊，出来就是要出来，伊无这个回头路啊，甚至因为出于信心，伊设立搬过节。搬过节毋是只有要毁灭以色列人的，这个埃及人的大囝，是要来保存以色列人的大囝，就是要将上帝这个好的产业保存起来。因为信心，以色列人过红海，但是信心嘛，互伊去得救。上帝用红海水将埃及的这个追兵法老，拢去淹伫这个红海中间。因为信心，以色列人会当进入亚利哥城。但是是上帝要来刑罚这个迦南人亚利哥城，这个城墙倒落来，伊就冲入去。因为信心，拉哈得到救，但是这无顺探上帝人，拢向抬起，拢向这以色列人抬起。因为信心，有人得救，有人得到刑罚的。所以信心，互咱看到宝贝，什么宝贝呢？就是这是上帝囝。就算讲王爱甲伊抬掉，世间的王讲这个上帝囝爱抬死，但是伊甘愿甲伊稳重起来3个月，保存伊性命。信心看起宝贝，就是摩西家己，伊无要做王子，伊甘愿甲这同胞做伙受苦。信心嘛，互摩西看起弥赛亚，看到救世主，看到基督，看到这个受膏卖的。较赢所有埃及这的财宝，所以咱有信心，咱当看到迄个更较大、更较水的宝贝。第二段信心看见上帝，上帝讲爱离开埃及，离开这个世间。埃及代表世界，埃及代表咱所有的世界。所以信心，互咱知影，咱无要孤单住伫遮。就算讲世界的王法老足生气的，咱的世界的老板，咱世界的顶司足生气的。但是信心，互咱知影，咱袂永远孤孤单单，咱爱去到天边更较水。信心，互咱看见迄个看袂见、看袂到的上帝，就互咱坚持到落尾。
信心也互咱有知影搬过节 pass over 这个逾越节就是他对咱的顶头扛起来然后越过去跨过去，这个就要等到伫创世纪15章咱今日无时间为什么摩西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其实阿伯拉罕早就看到创世纪15章这个摩西甲上帝立约的时阵，上帝就叫伊爱将这个祭物爱破做两边，然后呢伊就要对这两边中间过去就伫遐献祭所以这嘛互摩西看到审判创世纪15章所以信心看到审判，埃及人因叫审判就是叫红海引起，然后亚利哥城的人叫这个拍败，然后拉合迄个城内底无顺探上帝，拢去用抬死，只有拉合得到救所以今日这段咱看到这信心的英雄，大家拢是出于信心。今日经故事26节，在他的眼中，摩西为弥赛亚受凌辱，比埃及所有的财宝更可贵，因为摩西盼望着将来的奖赏。伊看到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为伊仰望将来的报赏。仰望咱今日嘛是学习摩西的信心，学习拉合的信心，互咱真正看见上帝，看见迄个天顶更较水的，知影啥物是上帝的宝贝，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恁，因为你的话是记好你的话是记宝，请做阮来帮咱一生的功效。愿你的话进入阮的心，互阮掠条这个应允，就算阮的目睭看袂到总是阮仰望上帝你的话，仰望上帝你的国，也听调上帝你的话，愿主你帮助阮，也使阮甲阮每一位兄弟弟弟，互阮会当行信心的路。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